TechCanto 第107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Uber 大手筆投資 Nuro， 蘋果 App Store 創收紀錄，Neuralink 5迷你進化，同埋台積電 AI 晶片趕貨難題。以為幾億美金就夠 ？Uber 話投資 Nuro 幾億美金，原來接近50億。佢哋對無人配送車嘅野心，根本唔係講緊笑，真係識下殺錢。睇下邊個跟到。手機唔係最攞錢，先至係。蘋果 App Store 去年總銷售額高達1.4萬億美元，比去年再升，數位產品就攞咗1490億。果粉嘅錢真係源源不絕。戒指都可以變智能。Neuralink 5成為全球最小智能戒指，體積細咗4成，更輕更薄，戴上手完全唔知有佢。細巧到隱形，健康追蹤無負擔。AI 太火，晶片廠跟唔上。全球最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面對 AI 晶片爆單都吃力，話產能有限，真係供不應求。科技巨頭搶貨，產能真係頭痛。科技圈變化快，關注 TechCanto，我哋下期再見。